师的慈悲，咱即摆率咱就邀请咱的这个联讲师来为咱讲了这个三清四净，咱就听这个联讲师来主持一下。好，各位同学晚安。讲师晚安。好，那就是点传师顶任，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那首先感恩天恩师的祖师弘持、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和老前人的五大牺牲，一手大仙的牺牲奉献。感谢前人父前人慈悲，各位点传师的成全厚爱。那今天后学还有这个机会再一次做学习。那坦白来说呢，再讲过了，但还是真的非常的紧张。那今天后学讲的题目呢是三清释正。那三清释正呢，其实对我们每位修道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戒律跟维戒。那何谓说重要呢？其实这是我们每位修办道的修持最重要的基础。那基础呢，也是我们最根本的源头，那就是根蒂。那例如我们一棵大树要长得稳固，那就是它的根部要够稳固，才抓得住土壤，才不会因为大风吹袭或大雨侵袭，然后就很容易就倒了。那也很像我们盖，例如我们的101大楼，我们要盖这么多层这么高，那我们的地基是不是要打得稳固，也才不会容易倒塌？对，那我们就是根基打得越稳，根基打得越稳，越坚固越扎实，那我们之后走的路呢，就会比较的完整，比较的顺遂。那范圣杰讲师呢，也有随南极老仙翁游天堂，那他有细说过罪过楼。那这里头是记载着我们修道办道以来的罪过错。那其实他在里面的第4条就有提到三清释正。那其实南极老仙翁也说过，我们佛堂每讲是三清释正，那里面让道清呢就进步一次。那道清一回来佛堂呢，那这个道清就会更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佛堂的办道跟传道是需要长久永恒的一直流传下去，一代接着一代的，所以这要讲修道人必修的功课，那也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佛规跟戒律，那也就是我们的三清释正跟佛规礼节。那其实这个戒律坦白来说，虽然真的很防卫，但也是具有束缚。但其实它是我们回天不可或缺的。那这个戒律要守呢，是我们要做给自己看的。我们是要不愧对于自己的心。那我们也不是去做表面功夫，就在别人面前就装的就很谦恭和蔼没有人呢，心里根本也不是这样想的。像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什么作恶什么之类的，其实这样就也是不对的。那戒律要好呢，我们也是要谨严；那戒律要用心，我们就是要不愧对于天地，尽心守分。那戒律的落实呢，也是在于克己，对自己有所要求，而非是让先后来要求我们。所以，其实这个戒律很乏味、很束缚。但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去犯这些戒律的话，那为何会有舒服？反而会很轻松、很自在。但其实我们却越落实这些，其实我们这个回天之
来看前言的部分。在白羊道场修办的准则之中，以三清四正为最重要之规戒，作为学修道之指引。那其实呢，我们的本性呢，原本是非常清净庄严的，是没有污染、很纯净的。那由于我们现在落于后天的因素就，例如说诱惑太多，物质上的欲望啊等等的，或者就是有分别心，谁比较好，谁比较差等等的，或者是染上不好的习气啊，什么抽烟啊、喝酒啊等等的一些不好的习性。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必须要借着修道来恢复我们本来的样貌。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非常落实的三清四正及佛规礼节，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它是引导我们众生恢复本性之自然的助力。但其实我们看现在当今的社会，人心不古，纲常失守。看我们现在社会新闻那么多，杀父母的、杀长辈的，就是为了跟长辈拿钱，结果拿不到啊，就杀父母啊，亲生父母也杀得下去啊，然后自己的家人、自己的长辈等等的，这就是道德的颓败，或者就是伦理道德，这就是伦理道德方面的颓败。那不好的风气呢，像之前的鲑鱼之乱，那就是一窝蜂的人动了，就是说把名字变成什么鲑鱼，然后就可以鲑鱼吃到饱等等的，那就是这个我们的心呢，就是动了这个贪念，或者就是酸命，什么都酸啊，好的也酸，不好的也酸，就像现在的人就是看到好的他也要酸个几句，不好的也要酸个几句，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落实做到谨言的部分，就是看什么就乱讲，我们也没有去分清楚前因跟后果，我们就只是断章取义，看了就是跟风，随便乱讲话等等的，那我们就会跟着这种不好的风气而潮流。那所以因此呢，我们的地狱三条根，也就是贪嗔痴三毒恶习甚深，然后我们如果没有去除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再次的落入轮回了，就是非常的可惜。那领主也说我命生来本自然，我乃由我不由天。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的图是要黑白还是彩色的，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己做选择的。那或许也有人会说，我选择彩色的人生，可是也没有那么好吧？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换个角度想想看，那或许我们选择了黑白的人生，会不会更不好呢？那其实主要是在于我们的这颗心如何去想。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三清，何谓是三清呢？那就是圣凡清、钱财清、男女清。圣凡清圣的部分呢，就是救度众生，修己利人是神圣天使。那凡的部分呢，就是个人凡情俗物也。那清的部分呢，也就是清净纯洁。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就是单纯不复杂的意思。那其实我们的人的心呢，心无所求，清清白白的，心灵纯净。那我们用单纯的心过单纯的生活呢，那就是可以成就我们非常单纯的生命风格。那正凡清在这边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圣事跟凡事之间，我们就是要界限
那恩师有听您说过，说到人生来经养亲，公司要分明，所以其实那这样来说呢，其实算反亲也并非限制到期不能有所往来。那其实如果我们个人的私事需要到期协助者，这也是属于个人的事情，是跟佛堂没有关系的。所以任何的职务呢，我们是不可以将道场期限牵涉在里面的。当我们成全道亲呢，及参与道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以道为对象，那可以是以人为对象，不可借道之名来驱使道亲协助自己的办事实事。那以上就是正反经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看天台经的部分。那所谓佛家一文钱，大肆虚名；三七心无实报，皮毛带脚环。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佛家的钱呢，既是众生的血汗钱，它其实重视很小，也是众生诚心布施而来的。那佛家的钱呢，就像须弥山那么大那么高，所以我们用佛家钱呢，如果不一五一十的报出来，虽然只有花佛家的一文钱，但其实我们这一面叹息，不施报手续不精呢，会受因果报应，甚至做牛做马来偿还。所以众生行功布施的东西，钱财我们一定要清楚，不能行事盲。那如果贪念一动呢，那将来就会有苦头可以吃了。那其实呢，我们在天上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本账簿，那上面我们都会非常清楚的记录我们平时做的点点滴滴，没有丝毫的偏差跟半点的遗漏。所以其实众生在佛堂行功布施的东西跟钱财，我们一定要交代清楚，不可马虎。那这如此才是手续清、钱财清。那钱财清呢，以上分几点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第一点呢，是进出账目要清楚。那其实佛堂的钱呢，不比我们私人的钱，所以不论是钱钱、布施的费用、物品等等的，皆需逐笔登记清楚，来清确明，那并向负责的前线交代清楚。那第二个，不转以作他用。那我们佛堂的公款要使用的得当。那其实呢，如果道亲有指定什么项目，例如他要购坛啊、开荒、做干印山书等等的，那我们尽量就是专款专用，那不可以以作他用。那第三个是定期报告公布。那我们就是经手佛堂各项公款的人，我们应该要将收支的情形及到期台师的状况向上呈报。那其实我们定期公布，在公布栏呢以清手续，那这也才不会先担瞒人工的治罪过。那第四个呢，不给互助会。那互助会就其实有点，其实就是也是跟钱有关系的。那刚刚有说过了，是跟钱有关系，是跟钱有关系，亲家人都会翻脸不认人，那更何况就只是单纯到亲间的关系而已。所以钱财上面的东西呢，我们就是不要往来，以免就是有之后什么其他的纠纷等等的。那这边有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道亲个人上有钱上的困难的话，这个我们就是必须要找他人等等自己做处理，负责财务的人不可以调度佛堂的公款。
像不告而取。其实我们这也算是偷，因为虽然我们会补回去，可是我们没有拿，那你没唱，我们虽然知道会补回去，可是你没讲才知道你会补回去，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同意进行使用，所以这也是会犯的过错。对，所以我们都会觉得，没事啊，没关系啊，我们都等一下就补进去了，没差。但是没差的，我们会觉得没差，但其实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要非常的注意。那接下来呢是男女情，那先否男女情那古人有说过，花田不纳履，篱下不整帆，男女不起手，乾坤不并肩，同车勿并坐，路行分后题。那其实我们修道之人呢，对男女界限是要更清楚的。言语行动方面呢，要更加的注意。其实当然也是避免就是不知道的人被讲闲言闲语等等的，所以我们务必要端庄。这也可以轻松啦，但其实我觉得轻松归轻松，但是也不要随便。那男女界限听呢，这以下有分为5点。那第一点就是乾坤不并坐，不并肩行。那第2点就是乾坤不共处一室。第3点，乾坤不可机车不承载。第4点，不随便动手拍打肢体。第5点，避免私下情愫及过多关心。那第一点呢，乾坤不并坐，不并肩行。那其实我们乾坤如果要讨论事情的话，我们还是面对面做会比较好，避免就是不必要的麻烦或误会等等的。那第2点呢，乾坤不共处一室。虽然我们双方都知道我们在里面虽然没好感嘛，可是其实如果是男女当共处一室的话，也避免当然人家其实也避免人家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其实我们尽量也不要去做这种会令人误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要讨论事情的话，我们就是在公开的场合，例如就是1楼的会议室啊，或者其他的会议室等等的，就不要再单独的在房间。那第3个呢，乾坤不可机车互承载。因为其实我们坐机车的话，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可能肢体上面会比较接近，比较碰触到，所以当然的话，尽量也是不要，就是尽量是男或前或婚道互带这样子，尽量不要使前婚互带。那开车的话呢，也是尽量避免就是乾跟坤单独一车。像我们有时候会必须要去带讲师等等的那有时候可能会需要签到的男生去带婚道讲师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还是以有第3个人陪伴为主，尽量就是不要单独的签到跟婚道公车这样子。那第4个呢，我们不随便动手拍打肢体。那其实这样子看起来，虽然会觉得没什么，可是这样看起来也不端庄。其实啊，如果在佛堂上打闹嘻哈，在那边随便拍打，人家会觉得我静静不端庄，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动手，随随便便就是动手打。那第5个呢，避免私下情愫及过多关心。那其实我们人是非
真的诚诚恳恳。那以上呢就是善心的部分。那接下来是实证的部分。那何谓实证呢？也就是身证、心证、言证、行证。其实事证呢，是我们说到人内在人格素养的自我要求。那我们其实说到人当要在身心言行上面各得其正，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我们家才能显现道德无畏、道德殊胜。那其实大家有没有其实如果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在学校、在公司等等的，有时候我们会需要自我介绍嘛，或者有朋友来认识，我们会说我们是吃素的。那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非常的好奇，说为什么吃素？说我们有宗教信仰，一贯道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些人其实会特别的放大你的言行举止，那就会觉得吃素的那会不会跟吃荤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一个行为端正的人呢，人家会觉得一贯道也不错，也蛮好的，觉得某某人一贯道他给我的感觉很好。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约人家来求道，或来佛堂做一些活动等等的，那这个时候人家就会非常的愿意跟我们来，毕竟因为我们平常的行为举止是好，我们的言行是一致的。那如果今天我们给别人的感觉很不好，很差，处处跟人家计较，然后不与人为善，看到别人不配合，脸很臭，那人家会觉得可能在伙食团的伙食团的人或一贯道的人都这样子那或许当下这个人没有约其他这些人去求道或佛堂一些活动，那如果而后他有机会有其他的人跟他比较有缘的人有度到他，那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对我们一贯道的影响或师团的影响会非常的不好。